我向習主席匯報咗香港喺政治、經濟同埋社會嘅整體情況。我嘅匯報包括以下4個方面：第一，特區政府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，保持高度警惕。就黎智英案，法庭昨日已經作出裁決，裁定黎智英3項控罪全部成立。法庭嘅定罪判決彰顯咗法律嘅正義，維護咗香港嘅核心價值。第二，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，政府持續支援災民，全力做好善後同埋復原工作。喺行政主導同埋愛國者治港原則相適應下，政府會同新一屆立法會良好合作，共同推動火災嘅支援同埋重建工作，推行系統性改革，並大力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。喺大埔宏福苑火災支援同埋善後工作方面，我感謝習主席對事件高度重視。我向主席匯報特區政府全力以赴做好傷員救治、善後支援、社會復原、全面調查、制度改革等工作。第三，香港特區保持經濟發展良好勢態，民生持續改善。香港抓緊15規劃嘅機遇，推動8大中心建設同埋發展，利用好香港享有國家、國際雙重疊加優勢，發展經濟。第四，香港特區會主動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對接15規劃。我會繼續帶領團隊深化改革，發揮香港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